妹妹，你喜欢祖名吗？我唔是啊。哦，啊，你有看过四合院无？我嘛有看过。三合院。系啊。哦啊，有人甲你介绍安怎讲无？无呢。哇。我感觉。嘿，你感觉？四角厝。四角厝。四角就对啊。哦，袂歹哦。袂歹呢。哦，即摆少年人有想到安尼，因为你知适合嘛，就是爱四角安尼，所以你讲的是四角厝。对。哎呦，真的袂歹哦。嘿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四角厝对唔对？嘛无安尼讲啊。这题哦，较想要有淡薄仔困难。因为咱像安尼咧讲这，因为今晚嘛无这种事啊。无咧讲这。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讲，到底是安怎讲？吼，来老师。咱照传统的讲法吼，这叫做正心护灵啦。嘿啦，正心。中间有一个正心吼，啊两边护灵。两边。啊，伊这是金门较特别，就讲头前个有一个，咱台湾一般来讲是。就干那尼尔嘿。就头前啊，甲两边安尼吼。是。啊，门头前是开的啊。中间有一个大厅嘛，啊厅以前因若有这种厝的讲大地主啦吼，啊因为册啊会当伫遐咧拍册啊，对，啊所以一般咱是讲正心护灵，正心护灵，哎啊这才是传统的讲法啦，